咁大家咧就而家唔好收埋個咖啡住喎，大家揭去個咖啡後邊睇一睇到乜嘢？係啊，我喺度想請幾位朋友上嚟。第一個我就想請阿 Kelvin 同埋阿 Ceci 啦，我想請阿 Dorothy 啦，我想請仲有邊個啊？我自己咯。好啦，你哋上台先啦。同埋我係需要一包咖啡嘅。嗱，其實咧，因為今次我哋嘅活動叫 VR1啦，咁其實咧就係講，其實我哋個 theme 嘅個 theme就係話，我哋無論係嚟自邊一度，無論我哋嘅國籍係乜嘢，無論我哋嘅信仰係乜嘢咧，其實我哋都係一體。OK， 所以 VR1就係 stand for We Are One。咁喺呢個活動裏邊咧，我哋其實咧，嗱呢個真係首度亮相嘅 MV 嚟嘅，你哋而家係第一次睇到有個 MV 喺後邊。咁當然呢個咧，你遮唔遮住個 MV 啊？嗱 ，VR1 作曲係我，作詞係阿龍，阿龍你喺邊？哇！另外一位好有天分嘅填詞人啊，阿龍啊，等陣快啲揾阿傑學下嘢啊！咁咧就另外咧編曲嘅有啊黃安宏，監製有黃安宏。咁啊呢隻歌咧就係為咗今日嘅function 而寫嘅一首主題曲。咁希望大家會中意。其實我哋有份唱嘅。呢度上嘅，好啦，麻煩未有聲，yeah。未慣爭吵與罵戰，日夜上演活現在眼前，隨便的拉緊弓箭，那可好好發展？其實有些摩擦少不免，在恨愛之間相距差一線，要自信多堅持，從變幻學會不變。浮雲路過每天，轉眼或已不見，難題仍舊遇上，也會迷失方向。不必抱憾些遠，再次學會堅持。誰人是風景變，最初的心仍不變。愁雲密佈每天，這信念也不變。常存期望共你，努力尋找光線。光線越過光年，年輪又圈幾個十變，但我未怕願繼續迎挑戰，能否初心不變？前路有荒草要踏遍，力量透支要歷盡試驗，難路的總少不免，就當一出笑片。明白有些摩擦未可免，但別信一刀可斷這渲染。藕斷了都撕連，仍能在讚聚裏不變。浮雲路過每天，轉眼或已不見，難題仍舊遇上，也會迷失方向。不必抱憾些遠，再次學會堅持。誰人是風景變，最初的心仍不變。愁雲密佈每天，這信念也不變。常存期望共你，努力尋找光線。光線越過光年，年輪又圈幾個十年。但我未怕，願繼續去挑戰，求全為望見。偏差之中，你我共存着笑臉。We are one。浮雲路過每天，轉眼或已不見，難題仍舊遇上，也會迷失方向。不
必抱憾這緣，再次學會堅持。隨人事風景變，最初的心仍不變。愁雲密布每天，這信念也不變。常存期望共你努力尋找光線，光線越過光年，年輪又圈幾個10天。但我未怕現繼續人挑戰，求全全為望見。We are one。哇！點解阿詩詩你唔敢嘅頭先？係啊，冇音樂啊嘛你唔咁樣嘅？冇音樂啊嘛。係啊，可以做為嘅，其實 OK 嘅。我哋係啦一齊，多謝以下嘅單位啊。呢個係最重要嘅係啊，嗱，其，presence 係實最重要。誒飛飛地拍攝嘅阿星啦，同埋嗰日喺呢個 studio 就係喺 Electron Music 阿陳慧琪小姐啦同嘅 studio， 咁Prism 啦。當然嚇，咁有呢首歌嘅出現，咁希望可以第時有更多嘅機會同唔同嘅團體去合作。咁呢首歌呢，正式嘅 MV 呢，遲啲會 launch 嘅，希望大家都攞呢首歌翻去你哋嗰度，喺屋企啊，喺自己嘅團體去聽。我哋好多時候有多唔同嘅意見，但係唔緊要嘅，我哋唔好忘記最初點解我哋會走埋一齊嘅。我諗呢樣嘢係最緊要嘅。再次多謝 Prism 幫我哋去做到呢首歌出嚟，多謝你哋，多謝你哋。